刚刚场面也带到苏伟达，所以我们要看到李真正上来打击的机会应该不大。来看一下这一棒在右外野方向，很高很远，再见home run！张志豪10局下半炸裂，这一发2分打点全垒打，直接让比赛结束了。完全逮到了陈宇文的球路哦，没错，是比较低角度的一个变化球。那重播的动作看得比较清楚，不晓得是卡特球还是指他球。这一发2分再见全垒打，也是张志豪个人本季的第3轰，使得最后中信兄弟是以5比3 2分的差距在10局下半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终止了最近的2连败，同时也斩断了统一最近的5连胜。球数取得绝对领先，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，接到了。张志豪这一次美记守备，球数取得绝对领先，这一球被逮到在右半边上看台了。home run， 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中华职棒30年的第1轰。来自于中信兄弟的张志豪，连续4年20轰以上的产量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对，你只要被他逮到、咬中的话，就有可能飞出去了。这个球其实也蛮平飞的，仰角不是很大。我还是成功的送上了第2层的看台啊！这一发2分炮使得黄胜军的领先扩大到了3分。张志豪今年球季的首轰出现在了球季的第1场比赛。越速球的。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扑下去，接到了。张志豪这一次美记守备，大吼一声啊，碎啦！你一球就觉得很闷了。这个球其实是今天攻击里面最有机会形成安打。再来看一下，哇，判断很好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几乎是同时间启动，哇，直接接到了，没有问题。扑出去。这一棒看一下会不会是热身赛第1安出现？来看一下2垒上的申浩伟，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回来得分？最后本垒攻防 out。第1球就积极的出棒，看起来位置应该是在中左垒的大空档之间。以申浩伟的速度来到2垒是不成问题。不过这个回传球，出赛的记录。这一棒看一下会不会是热身赛第1安出现？来看一下2垒上的申浩伟，这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回来得分？最后本垒攻防 out。张志豪前面一支射墙2垒安打，在这个半局展现他的雷射肩，在本垒触杀了2垒要往本垒跑的申浩伟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富邦悍将的进攻相当的可惜哦，戴北峰的第1安没有办法带回超前分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再回到这场精彩的金控大战。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，这球打平飞球，被推到，不可能！岳东华这个球。这球出手打在右半边的飞球，张瑞麟左转右转没有接到，而且还不知道球在哪里。哇！传回来之后已经来不及了。对，第一时间往后转的位置没有判断清楚啊，所以会出现左转右转，最后球落在他身体的前面了，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深远啊。稍微受到挤压，而且会有侧旋的效果。最后一刻才发现球，他的视线已经离开球了。绕了一圈。那因为是恰恰打的，所以他往右侧往下旋的幅度很大啊。这球打在游击方向，形成了穿越的安打，获得了受益，要冲本垒，球回传已经来不及了。在2出局之后，先是2垒安打，再是1垒安打。他现在比分又被
中信多添了1分保险分，4比2。滚地球滚动的慢了，最后回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刚好在3游之间穿越，最后的回传比较低啊，恰恰已经回来得分，因为2出局的关系，打到就往前冲啊。对，胡军龙还没有接到球之前呢，看起来恰恰已经快绕过3垒。提前落地了，只能把球给拦截。哲轩的上一打席是外野的飞球被接杀，这球打平飞球，被扑到，不可能！岳东华这个球居然扑到，还得到林哲轩的致意哦，真的太漂亮了，不可思议！哇，空中鱼跃，再把球给接捕下来。这是没收掉一支2垒安打，哎，对，哦。哇，滞空时间这么久啊！对，这运动能力太恐怖了。因为右打者打左边呢，那个球是会往左侧的边线旋的，会打出像 hook 那个的左曲的那种弹道，结果还被他追到。